隱形殺手肌少症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一齊認識一個好容易俾人忽略，但其實好多人都有嘅健康問題，就係肌少症 （sarcopenia）。你可能未聽過呢個名，但佢其實一啲都唔罕見。早喺1989年，有位學者叫 Erwin Rosenberg， 佢就提出咗 sarcopenia 呢個概念。佢用咗希臘文 sarx 即係肌肉 ，penia 即係流失，去形容隨住年紀大，肌肉一日一日咁縮水同流失，搞到行動力差咗，甚至出事都唔出奇。以下資料作為大家嘅健康參考。假如你屋企人士懷疑患上肌少症，我建議你揾你熟悉嘅醫生做詳細嘅評估同接受治療。第一部分，點解肌少症咁重要？講白啲，肌少症就係身體入邊嘅肌肉質量同肌力慢慢變少。呢個情況係長者身上最明顯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同埋好多國際老年學會研究，肌少症唔單止會增加跌倒、骨折、住院嘅風險，影響你行路、企直，搞到你唔可以照顧自己，仲會提升患上失智症、抑鬱症同埋慢性病死亡率。咩人特別容易中招呢？60歲以上嘅長者，有糖尿病、心臟病、腎病等慢性病患者，成日臥床唔喐得嘅人，做完手術營養差，做緊癌症治療嗰啲病人，最恐怖係咩？就係呢個病表面睇唔出嚟，但其實已經默默咁侵蝕緊你嘅肌肉，搞到你行唔穩、企唔起、跌親、骨折，最後甚至可能一躺就起唔翻身，引發一連串併發症，命都冇。第二部分，咩係肌少症？肌少症個名聽落好醫學，其實就係肌肉流失。醫學定義係一種持續性、全身性嘅骨骼肌質量、力量或者功能減退。唔係話你老就一定會有肌少症，但老化係最主要嘅誘因之一。而家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正式承認肌少症係一種疾病，唔可以再當係自然老咁簡單。第三部分，點樣診斷肌少症？2022年歐洲肌少症共識小組更新咗診斷準則，主要睇3樣嘢：一、肌力有冇下降，例如握力變差；二、肌肉質量有冇減少，可以用 DXA 或者 BIA 測量；三、身體功能有冇變差，例如步行速度慢咗。幾個常見測試包括壓力測試，男性少過27公斤，女性少過16公斤就屬於肌力差。步行速度測試少過每秒 0.8 米就代表身體機能有退化。6分鐘步行測試都可以用嚟評估。肌肉質量測試 DXA BIA 亞洲標準係男性 7.05 千克每 m 搖過咗，女性 5.85 千克每 m 搖過咗。而肌少症分為3級：肌力低、懷疑肌少症、肌力加肌肉質量都低、確診肌少症，加埋功能差、嚴重肌少症。第4部分，症狀有咩？邊啲人高危？你可以留意下自己或者屋企人有冇以下情況：行動慢、冇乜力、擘低起身、爬樓梯覺得辛苦、成日跌倒要人扶先行得穩、體重變輕，但明顯唔係瘦，係肌肉少咗。高危人士包括65歲以上嘅人，有慢性病或者營養唔好，成日坐喺度唔做運動，試過跌倒，做緊癌症治療、洗腎、住院康復中。第5部分，肌少症有冇得醫？點樣治療？當然有，唔好以為冇得救。而家最有證據支持嘅方法有以下幾種：一、阻力運動 （resistance exercise），包括舉啞鈴、做深蹲、彈力帶拉筋，幫助增強肌肉，改善日常活動能力。每個禮拜最少做2至3次，而且要持續做落去。新指引建議每週2-3次，每次做啱強度，唔使操過火。二、營養補充，蛋白質要食夠，每公斤體重要攝取 1.0、1.2 克蛋白質。例如60公斤嘅人，一日就要有60、72克蛋白質。補充維他命 D 有助肌肉合成，特別對長者好重要。可以考慮飲用適合長者體質嘅奶粉，甚至加入優質嘅氨基酸。三、多專業合作介入，揾物理治療師、營養師、家庭醫生一齊跟進，度身訂造康復計劃。四、其他治療研究中。荷爾蒙療法，例如睾固酮，有潛在風險，未廣泛使用。第6部分，如果唔理肌少症會點？早啲發現，積極處理，好多患者都可以重拾行動力，生活質素明顯改善。如果唔理佢，肌肉會不斷流失，最後可能行唔到路，要臥床，甚至有生命危險。有研究顯示，肌少症患者嘅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出 1.5 到3倍。第7部分，預防肌少症要幾時開始？答案係越早越好，唔好等到老咗先嚟搞，最好中年開始就注重以下幾樣嘢：
有行運動、行路、爬樓梯、拉筋，加埋阻力訓練，營養夠均衡，蛋白質攝取足夠，熱量亦要夠，維他命 D 要夠，曬太陽，食魚類，必要時補充維他命 D。建議長者每日補充800-2000 IU，配合蛋白一齊先有效，避免長期臥床，成日坐住唔喐，定期驗身，睇下有冇肌肉減少，及早處理。第8部分補充資料，全球大約10%、20% 嘅長者有肌少症，肌少症好多時同衰弱症同骨質疏鬆一齊出現。日本、美國、歐洲好多地方已經有肌少症診所，香港而家都有部分醫院同社區健康中心提供物理治療、營養支援服務。總結，肌少症唔係老咗自然會有咁簡單，如果唔處理，真係可以帶嚟好嚴重嘅後果。但好消息係，肌少症係可以預防、可以改善㗎。只要我哋識得早啲發現，做啱運動，食得啱，加埋專業團隊支援，大多數人都可以改善，甚至逆轉情況。我哋要幫自己、幫屋企嘅長者守住身體力量，活得健康、有尊嚴、有氣力。Dr. Boo 為你健康。喜歡我哋嘅製作，點訂閱，點通知 Dr. Boo 黃醫生一出片就會通知你㗎喇，多謝。就算獨居，但有節目一堆，沒有藥水，沒腳痛，就有街去。夏季列隊，隊裏美麗不需換我汗水，沒計較，別太濕碎。磅數遞增，盡快鍛鍊身心。萬世巨星，萬世腳步也不震，絕世絕招，絕到把病把針。狂怒秘訣要不要？從你免費笑一笑，身心寫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每次也盛裝出賽。怪怪地方，似個壓力艙，進駐了太空一角。身心寫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困惱我一秒踢開。身邊有你愛我不錯，跌過我亦風光，當作紀念也不錯。沒有路燈，靜聽百面聲音，習慣夜深漸察覺視野不啱，步履認真動作拒絕分心，別太着急，自會告別這黑暗。入世未深未免怕讓犧牲，集結大軍互勉發動解憂困，弱勢立身用愛破舊新生。有我勇氣我需要，愛叫世界豁開了。深深寫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每次也盛裝出賽。怪怪地方，似個壓力艙，進駐了太空一角。深深寫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憤怒我一秒踢開。身邊有你愛我不錯，跌過我亦風光，當作紀念也不錯。多得有你愛我一個，